带去读唐诗。新乐庙水宿乐师地文楼，作者韩愈。我乐谢德解三公，四方梵定相当中。化为地方捉妖怪，天下神兵传奇雄。混混习武总本学，谁有绝顶谁灵强。我来正逢秋节，阴气晦昧无清风。禅心灭道若有影，体会正德令感通。史前所将风出，勇健突兀挺晴空。此界人言接天数，照临平德对作用。心莲辟当蛤蟆拜，上笔一镜出灵光。分享丹书动光彩，举不度化天青红。成街妇女见夫酒，欲以飞薄名其通。庙内老人识神意，欢喜情史灵足强。手持杯教度我德，魂属最结已难同。春得万方行不死，以才足甘中将。希望将相望救绝，心上一福难为公。野头必须上高高，生活安养魂动龙。万灵冲动不敌事，个个寒烈生移动。简介：唐宪宗的元年，就是西元805年，大赦天下。汉主呢，一旦有不毛之地，深秋来中江陵林发作参军，途经南岳的衡山，参阅夜宿所写这首诗，敢若像顶首的延续。头前6句呢，对瞻仰南岳起笔敲笔，用意不凡，一旦你读出南岳衡山在群山之中壮高的地位。我来以下8句呢，对写定山，秋雨连连，烟雾迷蒙，寸步难行。用读册人精神所持，金朝为开信念来祷告。讲也奇怪，刹那间魂开河庭，群峰逼近，庆祝远近的山峰并列，巍峨壮观，景象雄伟。再来引出下一段一乐拜神的动机。心言以下这4句呢，都是一庙拜乐，也是归篇迄个诗意核心，都是因为精神所致，无开河庭，会当来瞻仰南岳的盛景，欣赏庙场四周的壁画。在一位年岁真侪庙公来游说之下呢，叫伊跋杯来问神，因为呢有满腔郁郁无处来倾诉，借这个机会呢，也当一吐情怀。奈啥庙公的参言，讲伊跋杯了，真知伊出去前庭树荫，千魂直上，确实互伊要哭未出来，要笑未出来。2年呢，伫习俗交加将你遍布的心州，会当来度过一宿。这世人呢，只要食饱，穿会烧，伊就心满意足。哪敢搁在奢望心灵舒服、殊途扶摇的上呢？这个诗意呢，在肃穆中蕴含开海刺味。最后4句，乐庙凝固失修，虽然真正的简略破绽，也毋过呢，也当随遇而安，也当来安息。
几暗虽然秋风萧瑟，野兽的吼鸣甲落高叫的声音，也照用不了伊心静如水的睡眠。一困一个精神起来呢，个个日出已经伫个东山之上咯。伊合达来写一物大气磅礴，笔力万钧。读书的囡仔白学派，有气质，够文采。读书快乐哦！